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学校特别现热咯，阁是囡仔使用3C 产品的高峰期。有一寡家长就是讲，只要甲手机的光度甲调较暗咧，都袂伤目睭。这是错误的观念。意思讲，光度降低，影像的色水会失真，颠倒会互目睭更加疲劳。毋若近视会加深，严重者阁有可能会青盲。所以上好也是缩短手机使用的时间。 点开手机设定，调做一般所讲的暗乌模式，或者是乌屏模式的深乌的背景，原本白底乌字变成是乌底白字。有的人会透过镭射方式降低白光对目睭的刺激，以为讲会当安心使用手机事实上不一定有帮助。它的这个颜色会让你觉得像是我们这个底片的颜色，眼睛为了要去搜寻我们要看的目标，那反而花了很多时间跟 调节的作用，好，那反而可能会增加眼睛的疲劳，会造成我们近视加深，那最后导致高度近视，那高度近视就会造成这个失明的危险性。也阁有开启夜间模式了后，荧幕会变成黄黄的暖色调，讲是你伫暗光线不足所在用手机的时阵，透过减少蓝光的比例，会当减少目睭的负担。 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，就是我们观看的距离跟时间。 荧幕光线伤过光会伤害目睭，伤暗也影响视力，也是使用时间上重要。暑假特别到对惊囡仔3C用伤多，会影响到视力。要提醒家长未满2岁避免看荧幕，2岁以上每天毋通超过1点钟，用眼30分钟后，就要休息10分。要保护目睭，也是较接去互外行行咧，较实际。